Hello，大家好啊！想問下各位，中唔中意食蒸魚呢？梗係中意啦，但係唔識搞又煮得唔好味，多數都係去酒樓食咯。如果你有咁嘅煩惱，又想學下點樣蒸得嫩滑又好味嘅話呢，記得唔好行開，花幾分鐘時間睇埋我今日呢條清蒸紅柚嘅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我今次買呢條嘅紅柚呢，質量非常之正，有斤幾重，都幾大條下噶。因為有海外嘅屋企人嚟探我啊嘛，咁又點可以怠慢呢？一味有質素嘅蒸魚，除咗可以大飽口福，仲係對家人嘅一份心意，呢樣錢係買唔到噶。好啦，而家就等我先嚟清理晒喺魚身上邊嘅魚鱗先啦，跟住用清水將條魚沖洗乾淨，尤其是肚裏邊嘅血塊同埋內臟都要完全清除，因為呢啲都係腥味嘅來源嚟噶。好似而家咁樣呢，就 OK 噶啦。再用抹手指將魚身內外嘅水分完全吸乾，呢樣係蒸魚去除腥味嘅守門秘訣嚟噶，大家記住啦。最後喺魚身嘅內外撲上適量嘅胡椒粉同埋生粉，令到魚肉出嚟嘅效果更加嫩滑，咁條魚嘅處理工作就搞掂晒噶啦。到調校個蒸魚醬汁啦，先加入2湯匙嘅生抽，1茶匙嘅老抽，1茶匙砂糖，半茶匙雞粉，大概1湯匙嘅蠔油，大概半茶匙嘅麻油，跟住撈撈佢啦。最後加入相同份量嘅熱水，咁呢個蒸魚醬汁就 OK 嘅啦。最後預備埋啲蔥絲，就可以開始蒸魚嘅啦。我呢條魚呢就800克，大概1斤多啲啦。我會用大火蒸7分鐘，然後熄火再焗3分鐘，全程用10分鐘，咁出嚟嘅效果就啱啱好嘅啦，俾大家參考。最後預備埋個滾油香蔥，用嚟淋落條魚度嘅。開大火燒滾啲油。OK， 熄火，加入青蔥，快炒幾下就 OK 嘅啦。哇！一碟香噴噴、熱辣辣嘅清蒸紅柚，咁就搞掂啦。大家中唔中意呢？蔡瀾先生曾經提過，香港有3大做得非常出色嘅地道美食，而蒸魚就係其中一種。能夠做到一碟有水準嘅蒸魚，同家人一齊分享，咁你話幾好呢？至於詳細嘅食材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噶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，仲有幫忙多啲欣賞廣告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